他们一生在主里面的服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为了要宣扬，为了要来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计划。那到底什么叫做成功？也许有人说是功成立就，有些人说哦，我的子女多成就，或者我事业做得多大。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中，什么是最美好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14章那边有记载，有一个妇女，她叫玛利亚，她为了耶稣，她预备了她最贵重的礼物，是那个真的哪达的香膏，在耶稣的面前把它打破了，涂抹在耶稣的身上，甚至用他的头发来擦这些香膏。有门徒认为这件事情不好，太浪费了。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心意，耶稣说：“不要为难他，不要在这边责备他。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了我要走那个牺牲的道路来做预备的。”并且耶稣说了一件事情，说不单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福音不论传到什么地方去，都要来提起这件事情来作为纪念。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历代普世的教会常常提起的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大大的称赞这位姊妹所做的事情，虽然有人不以为然，有人认为他是浪费，他批评他，为难他，但是这位姊妹她所做的，她没有本身在那边来答辩，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所做的事情，我们主他都知道，他能够了解，他也特别来赞美，来纪念这件事情。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主的赞美，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代降节期间，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第3主日，我们在等待主耶稣他要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迎接主？上帝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让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王，来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他也赐给我们平安，他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去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献什么给我们的主呢？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件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礼物不一定是贵重，很多的钱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合用的东西，对于这位受礼人，不过是放在那边多一个东西而已，甚至他认为是累赘，是垃圾。但当我们所奉献的、所献上的是合神心意的礼物的时候，他受用的人，那个人是非常的受用。在这种岁末寒冬的时候，特别是退休传教人的纪念主日的时候，我们想要主耶稣说：你们坐在至微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病了，
你们来看我，我没有衣服穿，你们给我穿；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等等等等。我们做这件事情，在那些自微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传达的时候，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一生鞠躬尽瘁，来坚守他的岗位，来没有违背那呼召他的那个马其顿的呼声，来继续来做传扬的工作。例如，我们迦南教会陈道雄牧师，他现在是一位退休的牧师，他跟师母在屏东居住。也许我们特别怀念我们这位在我们教会牧会那么久的一位牧师，他从教会刚开始草创，然后就开始在这边很努力的经营、训练、造就，来传福音，让我们这个教会慢慢的来成长、茁壮。不论是小组，不论是三福的传福音的那运动，不论是圣灵，不论是许多教会、中会所推出来的、总会所推出来的那些事工，他都这样全力的配合来训练造就，让我们教会成为整个中会甚至全省教会的模范。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来纪念这些退休的传道人。几天前桃园教会的蔡义士牧师过世了。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有几个？还没有听到？大概这2、3天才刚刚过世。大概决定12月28号要在桃园教会下午1点半要举行告别礼拜。我们特别纪念这些人，他们一生来服侍。这个时候我也想到我的爸爸，他也是一位传道人，他在基隆牧会了43年，一个教会40几年，从日本台湾神学院毕业，又到日本神学院读书，然后回到基隆来，做了10年的传道副牧，就是那个东门教会那个叶牧师的副牧，一直到叶牧师从基隆到东门教会，台北东门教会，他才去考牧师，然后成为牧师。在他一生当中设立了安乐教会，也帮助了很早就有，但是已经很衰弱的暖教会、金包里教会、金山教会，然后开设东明教会、正滨教会、安南角教会、深澳教会、七堵教会、北五堵教会等等等等，一共大概7、8间教会。而且他也设立了一个救济院，现在他还在那个救济院，在暖跟四角亭的之间那个地方，现在成为一个叫博爱博爱一个安养院，变成老人的，专门在做老人的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个机构。想到他们这些传道人，他们一生为主来做，他们脚中，他们登上耶和华的山，是何等的佳美！这些传道人，他们劳苦功高，他们不计名分，为了我们这些羊群，他们尽全力来牧养、来栽培、来照顾。在借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纪念他们，求主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以有健康的身体，
能够身心灵都得到健壮，上帝跟他们同在，来过他们快乐的退休的生活。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刚刚圣经所读到的，这些劳苦功高的那些在主里面来教导你们、来治理你们的这些传道人，我们应该要用爱心格外的来敬重他们。这些退休的传道人有很多，他们虽然退休了，但是并不是就这样完全停下来休息，他们以另外一个姿态，走另外一条道路来继续服侍。很出名的一位台南神学院的老师叫做梁秀德牧师，他在退休以后，他的儿子在永和那地方居住。那这位梁秀德牧师，梁牧师，他退休以后就在双河地区那边探访，家家户户都进去探访，看到他家没有摆什么神明的，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我从南部来的，然后他就跟他提起，然后就设立了一个双河教会。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殷勤的去寻找那些迷途的羔羊，然后设立一个教会，来让这些从中南部上来没有去教会的人，然后又一次的来亲近主，然后这个教会就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在那个地方来带领很多很多未信主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不但这样，有很多牧师他们成为义工，他们到医院里面去做义工。我特别怀念的就是那胡茂生牧师，他在台北的南门教会退休以后，他每一个礼拜有好多天都到马偕医院去担任义工。只要有哪一位牧师住院，他一定先到去拜访他们，跟他话家常，然后帮他祷告。当然不是信徒，他们也参加在那个院牧部的那些行列里面，就跟着大家一起去探访。他做了很多很美好的事工。在那段时间家父正好家母正好在马偕医院，所以他差不多1-2天就来看望家母，为妈妈来祷告，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受用。这样的工作，他们是完全出于义工，出于关怀的心情，甘心乐意的来侍奉，是件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不单单如此，我看见很多很出名的传道人，例如说洪温柔牧师、李不义牧师、翁修公牧师、彭德贵牧师，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牧师的退休的牧师，他们并没有停止他们工作，他们继续来服侍。例如彭德贵牧师，他就常常受邀请，在客庄的教会里面去培灵，去来解决纷争，在那边来帮助他们，来训练、栽培他们。例如那欧修公牧师，他继续在 YMCA， 继续在翻译圣经上面来做很多很多的事工，特别是我们台语的圣经，那个罗马字的那个1919年翻译的那一本厦门音的那个白话字圣经，我们重新用现代的台语来翻译。这是新约还有诗篇、箴言都已经好了，已经出版了。那现在继续在其他就业的工作继续翻，很可能在4-5年之后才会完成。但是这些退休的牧者，他们继续在那边贡献他们的才智，继续来做这些美好的事工。
真的就像诗篇第92篇第14节、15节所说的，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要满了将之而发的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借着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怀念这些退休的牧者，他们继续在不同的跑道上面来继续为主发光，继续为主来做工。有很多人在关心我，那你退休了你在做什么？这2年当中，我也接受邀请，到很弱小的地方去帮助他们。例如说，新丰教会，还有台北的中央教会，还有广福教会，在巴德那边的广福教会，在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有需要讲师，那我就去帮忙。那在这种弱小的教会，我感觉到还能够为主来侍奉，真的很好。很感谢的就是这2年来，我过去在新丰教会，还有在台北中央教会，这样跟他们一起敬拜，带领他们以后，鼓励他们以后，这2个教会都已经聘请或者说申请专任的传道，或者是聘请牧师来牧会。所以就说我们看到他有长进，这是献上满心的感谢。除了这个以外，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中立教会居然请我去他们的松联大学去担任讲师，不过不是讲信仰的事情，不是讲道。他们说，听说你很会折纸，你来教我们这些阿公阿嬷折纸。这是叶美惠牧师他知道我喜欢折纸，没有想到居然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结果那些阿公阿嬷蛮喜欢的，每一个礼拜，教他们折孔雀，教他们折狮子、折大象、折长颈鹿，折鸟、折金鱼，那这样一学期下来，学了20几种不同的动物，他们都会很高兴。我口袋里面有一只孔雀，等一下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看看，在这边炫耀一下。等一下再看，看不清，一定看不清楚，很精致的。那这个礼拜再来的礼拜3，中立教会的那些阿公阿嬷就要学这孔雀，我要教他们做，这已经教1学期了。我1学期就是慢慢分布的这样做。那这个礼拜3要验收，要把整个过程都要教他们做。那这是孔雀，那这些阿公阿嬷学得很高兴。还有，我也很勤力运动，大概135跟连江和牧师，还有其他我们社区的一些邻居，还有中立教会的一些长子，咱们打桌球。另外，我很注重身体，因为我有膀胱癌跟胃癌，所以我知道我的身体里面有潜伏着这癌细胞，所以要特别努力运动，让我比较活力强一点，可以把那些癌细胞把它压下去。所以我也骑脚踏车，大概我每一天从平镇那边骑到埔心，然后爬上幼师，经过那个埔心牧场，过高速公路以后，然后就再溜回来，这样一个来回大概15公里左右，作为我的运动。还有一件事情是游泳，我大概游了25年的游泳，我现在每一天都至少游1000公尺，只要一下水就是1000公尺才上来。有时候游泳池如果没有什么人，我就游2000公尺。
那有一次是早上去，然后傍晚又去，所以那天我就游了4000公尺。若是一次的最高的纪录是3300，第一次是3000，后来想看看再破纪录看看，就游了3300。所以感谢上帝，我的体能还不错，所以求主可以继续来使用我，不论哪一个地方有需要，我都愿意尽我所能来为主所用。所以希望我们在这种传道人的退休的纪念主日的时候，来特别来敬重这些退休传道人。我们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可以继续回收再利用也许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美好事工，为上帝所悦纳。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来关心。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用爱心来格外敬重他们。事实上，这些退休传道人，他们有些他的上帝的恩典带领，让他的晚境过得非常的好，儿女也很有成就，这样的情形很多。但是也有碰到很格外需要的一个情况。我在新竹中会的时候，那时候曾经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界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在我们新竹中会牧会很久的曾秀凤牧师，她是一位退休的女传道、女牧师。她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到了年老的时候，没有什么家人，结果她住到救济院去了，仁济院。然后她生病了，变得很严重，然后送到马偕医院来。大家才知道，哇，原来这个从救济院送来的这位病人，居然是我们的牧师。所以就安排他住到竹围的那个安养院，那引起教界的轰动。我们的牧师怎么可以成为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长老教会这么大的一个教会，这么多的教会，这么有长久历史的教会，怎么我们的牧师沦落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后来有那个传福会的设计，特别要来关心这些退休传道人，让他们如果是碰到年老的时候，至少可以衣食无缺的来安度他的晚年。所以我们教会牧师本身他也要拿1个月的那个谢礼出来，那教会也要再拿1个月的谢礼出来，来成为这种传福会，来帮助这些退休传道人或者是其他传道人。另外我们还有平安基金会，还有各教会的奉献，来成为基金，来帮助这些退休传道人。目前我把这个实际情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退休以后，牧师跟牧师娘合在一起，如果2个都健在的，这样的话，每1个月传福会会给我们1万块钱的生活费，来帮助我们。那3节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礼金，2000块钱的礼金，来作为一个贺礼，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你们知道吗？全省加起来，我们每一年差不多将近有30位牧师退休。那如果是牧师跟师母2个都在的，这样有248户。那牧师或者师母只留下1个的，这样的话，那么安养费呢就变成6000块钱，单身的是6000块钱，这样有212户。还有其他的，他因为可能是年资不够，那么就要打一点折，
这样的还有114位，所以总数加起来是每一个月在照顾的那个户数有575户，这么多。如果都是以1万块钱来算的话，那么就是有500多万要支出，每一个月都要支出。这是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总会，需要去筹募的一笔款项，需要各教会关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来奉献，来协助这个。你可以成为爱慕之友，来关心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牧者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也得到些许的那些爱心的关怀。这样，虽然保罗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富贵，怎样处贫贱，但是如果有这种实际上的关怀的话，对一些退休的牧者来说，他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我想这些物质当然重要，我更提醒大家，我们可以适时的打一个电话，例如说，陈道雄牧师，你现在在哪里呀？我们家女儿要结婚了，赶快来吧，邀请她。或者刚好你知道她生日是什么时候，打个电话过去，写封信给她，一个卡片给她，我想她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就是做在至微小的一件事情上面。这是主耶稣所特别称赞的一件美术。我们虽然是坐在这些退休团长人的身上，其实也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主必纪念。在这个退休传道的人的那个纪念主日的时候，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在这边来向你们道谢，也跟你们报告了这传会所做的这些事工，求主来纪念，也求主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能够真正的来关心、来支持这个事工，让有更多的年轻的传道人他们知道，我有很多的信徒在关心我们，在支持我们，我们可以无怨无悔的来尽力来冲刺，我们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愿意做更多的侍奉，来鼓励更多人来献身，成为上帝的工人，来一起兴旺上帝的国度，让很多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得到帮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边一同来敬拜你，来分享你要我们知道的信息。求主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感动，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在这种关怀的事工上面。我们可以来协助总会，让我们的这些传道人，他们退休以后可以得到很好很好的照顾。也求主你帮助，来祝福这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甘心乐意的捐献，是成为馨香之祭，为上帝你所悦纳。我们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在这圣诞期间真正的享受到上帝你的爱，感觉到上帝你给他们最美好的礼物耶稣基督，成为每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来欢庆救主降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